ต่อไปนะครับอาจารย์โทฟุซาก็เกี่ยวกับพระคริสตธรรมต่อไปนะครับ阿么，我呢有太没干嘛有历史，妈咪说hin，听嘛的么？被你想我啊？历史妈咪说hin，听嘛的么？义务国家我比提我社团嘞，本身呢，那不在前一关嘛，怕设备有你把那里，我就那么不都提我社团家嘛？我听你那边马帕解释的，打死你五三米瓜，一节嘛呢，你只听课，没了。二的呢，马米说一你嘛呢，他们瓜嘛就是啥，哈律说一人家不比个，是怕嘛也拉他播，马帕也是，也没解释瓜边，历史的来话罗伯个地方嘛。所以听嘛我，没听嘛我。20年啊，历史爱民出席听嘛我，历史爱民我是叫嘛提醒我，历史爱民俄国叫嘛出席提醒我，历史爱民里皮叫嘛出席提醒我。听嘛不都一类都打样嘛，妈咪所以个嘛那关键，有出席听嘛嘛皮那嘛，听嘛不都你。我光历史我光马个历史头马个历史个听那个你花瓜子，我的是你历史里皮里句马米马皮马梅呢，特别提子的提子，我啥米的寓意说提咋的提咋个都行了嘛，一都大样嘛都句他妈的几点嘛的我，一是把那块一几边外面肉眼一都大样嘛都句过边。是怕嘛伊拉他播，哎别妈咪说一年，几那干嘛我？阿里提八卦湖那个样啊咪，一都就他妈那个马牌呢，几那干嘛的我哇？三年马牌也是块咪木嘛，收入多年是装啊，没得呢。马牌也咪解释呢，你块咪他嘛对啊嘛，就是你父母那么都就过。不要去提醒我，我们那么古木个嘛，你木个是一学就是啊。再听嘛呢，这些过的，这些是你，这些不，听嘛呢？这些是俺家就是啥比如，第一个你俩嘛，你别啥是提醒我，一个别收入嘛，就得抓喽。再听嘛呢？我山里那块给大爷嘛，有的来就大爷嘛呢，体质不饿的嘛啊，体质的体质，我山的瑜伽是多了那么，我山的手术多了那么，体质的体质不，一都就听嘛，一个大爷嘛呢，阿弟娃嘛，我山里你块被都大爷嘛米的，就是老么呢，他们块爹嘛就是在历史上几外面。医院去的沙漠白骨马达嘛，提马阿喽。我的你哟，这里几块子吃了说几年，一木过来是块18天块和那样啊米，一旦你过米沙漠妈妈来过，你特别对了。我夏天嘛呢，就讲我。